欢迎收听文言良语。一句文言良语，互咱学习人生真理。太初有道，道甲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这个道太初甲神同在，万物是借着伊做的。既然被做的，无一项毋是借着伊做的。活命伫伊内头，这个活命就是人的光。光照伫黑暗内面，黑暗却无接受光。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1章第1节到第5节。假使你有一对真好目睭，有真好的眼力，但是若是忽然之间拢无光线咯，就亲像古早时阵的死人犯，又互人关伫地牢内面，因为地牢一点仔光线都无。因安尼，死人犯伫地牢内面，啥物拢看袂到，伊只爱用着蒙的。咱人目睭之所以看会到，是因为有光源，亲像日、月、星的光，也有一寡人造光源。若是无这光源呢，咱任何好目睭呢，拢看袂到任何物件。主耶稣不但是万物的造物主，而且伊怜悯着世间人的心肠，特别正做活命真光，亲像透早日头光对悬悬的天顶临到着咱世间人，甲黑暗中的大地赶渡，会照亮坐伫黑暗中死荫内面的人，要甲咱的信仰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。自从咱人类的始祖亚当犯罪以后，咱人的灵魂生命就活伫黑暗中，伫死荫内面。死荫就是无希望，是死亡的意思。因为罪对一个人入了世界，所以众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。罪的结局就是死。独独有世间人接受耶稣基督福音的光照，人才真正有希望。因安尼，根据圣经内面记载，当这个年老的西面，伊得到圣灵的启示，知影家己伫还未死以前，就要看到主所立的基督。所以，当主耶稣基督降生以后，伊肉身的母亲玛利亚抱着耶稣进入圣殿行律法的礼仪的时阵呢，西面进入圣殿，抱起着婴孩耶稣，伊就学了神讲：主啊，当通好照着你的话，透放了仆人安然离世，因为我的目睭已经看见着你的救恩，就是你伫万百姓面前所备办的，是照亮外邦人的光，又是你百姓以色列的荣耀。所以咱目睭毋是干那只看到世间的荣华富贵，因为遐拢是暂时的。咱更加爱看的是啥物呢？就是爱亲像西面有属灵眼光，伫活着的时阵看到耶稣基督救恩，相信耶稣基督救恩。安尼，咱人若是面对着人生的终点死亡的时阵，就无惊吓咯。主耶稣正做灵魂活命的光来到这个世间，伊到家己所创造的世界，家己的人却无接待伊，信靠伊。伊伫这个世界，世界是伊做的，世界却无入捌伊。地虽然这样空阔，主耶稣来到世间，却无客枕头的所在。河里有东，背鸟有收，主耶稣基督却无不信的所在。伊来拯救世界，世界却甲伊做对敌。伊伫这个世界，敢若亲像一无所有。哪知讲伊正得到天顶地下所有权柄，成就了救赎大功。当伊坐伫至大者的正边，继续执行伊救赎大功。千千万万的脚头乌来向伊跪拜，千千万万的喙来向伊学乐。伊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等到日子满足呢，等到得救的数目填满的时阵，等到最后一位奉拯救的人进入真教会时阵，主耶稣基督伊一刻也袂当耽延，伊要来接咱去到伊所备办的所在，伊伫遐要互咱也伫迄个所在。
太初有道，道甲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这个道太初甲神同在，万物是借着伊做的。见若被做的，无一项毋是借着伊做的。活命伫伊内面，这个活命就是人的光。光照伫黑暗内面，黑暗却无接受光。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1章第1节到第5节。以上文言良语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台湾总会制作提供，感谢你收听。